来看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最近报道咱台湾的大选哦，写讲台湾有侪20-30岁少年选民对政治是真野生，对民生议题较关心哦。报道嘛指出讲，少年选票恐惊会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 大学校园学生来来去去，总统大选少年选民安怎想？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台湾有侪20岁到30通岁的少年选民，对长期执政的国民党、民进党哪力两大党感觉深，致使台湾出现第三势力民众党。因若选举议题，少年人较关心什么？选举不能只用骂的，或者是抹黑，不管是政绩也好，或者是愿景也好，就是我觉得讲这些会 更好一点，就是我家己有咧关心，就是转型正义的，甲有性别的议题。民进党至少就是伫蔡英文的政府，伊有咧推动这个政策。青年的劳工权益、居住、住房，我对性别平等的议题比较有关注。党派的话，我可能会倾向是去看这个候选人他是不是有符合自己的可能对于这三个议题方面的一些理念。 各款想法的少年人拢有，《纽约时报》也报道，青年因为薪水进步慢，居住成本阁悬，加上就业议题等等，致使对过去长期执政的两大党感觉失望。 咱伫11月时阵办的论坛上，赖清德候选人跟柯文哲候选人，那他们都有直接就是在论坛上面回复青年相关的政策。目前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列点，而并没有一个前瞻性的计划。协会表示，目前也无看到有总统参选人有专门参青年沟通的管道，因呼吁参选人爱听青年的声音。另外，虽讲《纽约时报》报道，少年选民已经对地缘政治议题感觉深，不过协会表示， 青年论坛当中，发现两花议题也是讨论度上悬的，显示国际问题、国内民生拢是青年会关注的焦点。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